拍照既花时间又花钱。我有几个朋友在出版社，我帮你拿去给他们看一看。依家仲睇面成嘅細模，而家得唔愛。不過遙上空，山真嘢嘅。你最近的財帛功能非常的旺啊！等一下，我接收到了一個新的訊息。明天我又要下南部一趟，这次需要去多久，我没有把握。我不是王熙，也不是你利用工具。你会永远陪在我身边，对不对？嘛，该就好了。阿姐，要开有农药吗？你做乜開呢？恁一家伙啊吼，实在就无情无义的啦，要等来给我看，结果嘞，永贞恭喜！谢谢。这是年轻吗？阿姨，喺公面前穷三夫，做得羞羞臊臊，唔知有幾好嘅。